来看台南鲜花的草莓，今年这秋天风太济，雨水高，加上即马这草莓丛出现黏土菌，也就是人讲的大细线，影响到生长。农民也讲，今年尚无影响三成，连带影响到卖草莓的业者。园内底已经会当看到红公公的草莓。本正这个时间点，草莓通一直生，不过今年的时间煞去延长着，主要因为雨水多、温度阁悬，致使草莓丛伫咧照顾着较硬倒。农民讲，伫咧湿热的环境之下，会影响菌夹起来。即阵侪农民的草莓拢有着菌的状况，因无用伫咧甲较歹的材啊挽掉，再搁种新的落去，上少影响三成。啊，正常咱就是爱边安尼。正常的丛，咱这丛生来足健康。你也带着迄款镰刀菌，咱讲的大小啊，伊就变安尼，伊就大白开，会去影响到伊的成长。因为阮一直补材啊，补材啊，这就是拢人工成本会增加啦。你搁种歹的搁乌掉，来就搁用好的去哩，然后伊的时间搁较慢，产量拢拖落去。今年秋天有风台来扰乱，加上烧热的寒天，影响草莓的产量，连带卖这业者嘛同款。像即碗串冰草莓铺甲满，阁有铺定寒天限定的冰品就做好势啊。用过11月份，民众就食会到，不过即阵因为产量无法度逐工来供应，业者只会当甲卖时间阁延后。以往差不多是国历的11月初吼，阮就开始会当卖草莓冰安尼。今年是因为足侪原因吼，所以延误到差不多是12月初。所以迄个产量足少，运输啊、工资拢无啥会好。采收的量有一顿无第二顿安尼，所以阮就延后去。这回草莓的时间延后，即阵侪人拢伫咧保证新丛，因按算着爱等到12月中旬过，才会豆啊恢复。农民怨叹草莓实在是一冬比一冬又搁较歹种。记者李新武台南报道。